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涌，抱怨暗暗空空，看无见面容，多来也蒙蒙，意思也蒙蒙，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，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棚，多来也匆匆，一世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犹原样板中。相约，像条无歇困的孤桥，寒日也轻轻来冲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金色汹涌上冲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木质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。你听我本来穿好计约的，来先求我按台用的。你们是说老条家娘又来交代过嘞？来家娘上班来，有老人讲嘛解嘛。伊讲你拖个日本妹做先求，日本妹又轻巧的真乖张，听讲日本妹真古高，你好命嘞。我骨架又嘛解用咯。嘛该事情拢唔会做，伊哦，当当爱做神父嘅调假娘。你唔安尼讲，先求到咧，你就变调假娘，做调假娘就会老太太咧，你享清福咧。莫安尼讲啦，大家拄伫爱落有命，爱媳妇，爱做底做两菜听听。莫安尼讲。莫讲全部，你总条个富人家，哪个唔系择顺做到暗，做到两条夫？有个好嘞，昨天通下门按一下六条街娘诶。好，那是谁？谈菜。香黛临时找我有事，晚上镇长的这个婚礼，你代表出席就行了。这样好吗？镇长不止发帖子来。还亲自打电话来邀请你，一定要到场的。这样子，我赶赶看好了。哎，要是来不及没关系了，我会处理的。谢谢。你呀，老是这么客气，要不是你会骂员工，不会骂我，我还真怀疑我是不是你老婆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头发上有东西，别动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看这也有呢。这是你什么礼拜啊？加油啊，有差啦！小鬼，小鬼，林彪，你哪会来啊？来给你看啊！你安怎卖？你一斤3块，算你2块半就好。2块半啊？3块半啦。可能是今天发油抹的不够，没事啦。你参考看卖来看卖啊。好啦好啦，不错吧？我订一个哈。谢谢啦。阿雪，要
再休息一下。那得钱，多做一趟，咱们多赚一趟钱啊！哦，你们北方的女人弄家里奶超哦，弄面又滚。我们家乡啊，有田有地，种麦种土豆，农忙的时候啊，大伙都要下田干活的，不然北风一起啊，啥都别谈了。那你现在就不用担心了，台湾哦是宝岛，四季如春，不会刮北风。你就不用担心哦，会冻到，我嘛没有你要掉。来，小心啊！阿成加崩了。来吃便当了。阿成坐着。吃便当。来，你的。阿成来。筷子。民众，你工作需要体力，来肉给你。你才要多吃一点呢，这样子哦，肚子里面小孩才会长得好。我们一直等不到我舅舅，这段时间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姐弟俩。你不要这么说啊，有你们陪我，我比较不寂寞。怎么这几个月来都没见到你家人啊？我是孤儿。哦，我是在台湾东部的山区长大的。我阿公阿嬷过世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最近晚上啊，你做梦都会说梦话，叫着什么秋龟秋龟。她是你媳妇啊？如果你不想说，没关系，是我多嘴了。也没什么不好说啊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哦。不过，她家里嫌我太穷，已经把她嫁给别人了。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啊？可以不要讲她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是我不对，我该哪壶不对提哪壶。你也没有不对啦，是我不对，就是因为我太穷，所以现在连想她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贬低自己？现在穷不代表一辈子都穷。我姥爷常说，人活着就是要尊严跟希望。如果没有了希望，就没有办法度过北方严寒的冬天，等待春天泥土里的第一个嫩芽。怎么啦？是我说错了吗？台湾四季如春，你一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漫长的冬天。你别笑我啊！民众。阿雪，谢谢你这样鼓励我，我以后一定要当有钱人。你讲道理的样子很可爱。可爱？你说我可爱啊？真不好意思，除了我姥姥以外，还没人夸过我可爱，顶多是能干。又能干又可爱，而且还会做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像这个炒土豆丝。土豆丝。土豆丝，土豆丝。土豆丝，
边长，要出代志啊！咱今日斗3工。去啊！跟我人捌你，唔捌啦，跟我报案啊！无要袂报案。先啊，跟起来。阿雪，那个臭流氓，恶有恶报，看吧，老天爷收了你，死有余辜。这种人不来就该死。阿雪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他这种坏人留在世界上，只会害人。不要难过。阿雪，你看着我。他不配，他不配当孩子的爸爸。你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的丈夫，孩子也是我的。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才问你怎么了？我？你要小舅去找我说你生病了，叫我赶快回家。生病？是啊，有点咳，可能是感冒了。没有发烧？没事，小伤风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妈，你都生病了，就好好休息吧。那化什么妆啊？你们女人啊，就是爱漂亮。对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妈，看到你没事我就安心了。怎么，要出去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出去玩，我们想说你没事了，我们就回学校去了。人都回来了，住一晚再回去嘛。对呀，别急着回去啦。妈，爸知道我跟陈小姐交往的事，有什么反应呢？他没多说什么。听妈说，你们都还年轻，大家交交朋友，不用认真当男女朋友看待。如果不合适，自然会分开；如果合适，自然会在一起的。妈，我是认真的。没人说你不认真。姐夫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爸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阿雪，我先送你去喝喜酒，加油，都要来应酬。应酬？儿子啊，有你陪你爸去应酬，我比较安心。别让他喝太多酒，他肝不好。
把这身衣服换了，请他进去嘞。神教是被逼的。我唔会开你嘅，我咱都做埋咯。你敢会开自家嘅孙呢？喏。でも、字破碎唔會成。唔卫生，那你谈饭嘅东西就唔卫生，唔对，你买嘅东西就较卫生咯。也系因你嘅忠告，对冇？说落去。咩艺术嘅？系眼球嘅啦，咩啦？你見媽祖婆也片球嘅，但係問你按台腰，想做啲玻璃。これは浅草清道寺安産のお守りか？はい、母がもらってきてくれたんです。ありがたいね。秋桂啊，你讲前面从日本啊，伊关心的你拢不可，你做家娘的哦，较扁条的，莫老开哦。愛啲啦，愛媽要。冇愛。冇啦，阿希講愛媽要等唔嘅花，冇人台腰啦。阿妹，你可以下課咧，父さんが母さんお元気か？はい、お元気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嘿嘿嘿，强英咪老人讲哦，我要拿到阿神赛榴莲嘅签名。佢哋讲哦，下礼拜天使就看得到咯。啊，唔係講我攞我調查套嘅資料咩？結果實際去看見大天陽啊！我看呀，根本都冇先我攞嚟聽書哦。哎呦，呀個查套嘅事情就是問老不可就好了啊！人哥講啊，佢同日本要透過一年嘅信用學教。啊，怎麼冇做到攞嚟講啊？因為我眼門生氣。哎呦，阿嫂啊，個阿妹啊，根本也識喜酒啊，還有阿公甲自從啊，你冇去轉來，唔使無閒啊。佢哋冇做，但係佢用愛事啦。我去坐一下去檢查，同我可以下課嘅。好啊好啊，生意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呀，迄馬街啊，又轉了條邊哦。哎呦呦呦。誒，你有迄麼街啊？呀，迄廿妹啊，就迄個媽祖婆改變 Q 轉來個安台鋪啊。哦，因為按冇生意啊，丟到貨路袋度啊。你那都廿妹係真嘅冇生意哦。啊？當然係冇生意啊。阿妹有當然愛做按多嘅上司，那有可能大件事情都易主到啊。有時候有得去查錯嘛，係應該啊。哦，阿妹真見動關心廿妹呢。不過可能佢做會安樣，從難強見那想，要從下個自從一般安樣就好咧。
学嘢做按用重男轻女，迄讲阿婆做地老对阿爸嘅关心，旁着本意，哎呦，真太好咧！也是么诶，吼，俺妈你的饭哪怎么卖？哎呦，哪有阿姑想爱啊？爱比阿哥介意上一下，伊现在总没输本记啊，算有良心嘛。阿姑，俺老家有讲好了，日拜啊做睇礼拜，下年我头交通嘅监督快变咩翻译嘅。冇问题。还有阿姑，俺喺图书馆借一沓嘅资料呢，呢度有讲茶托、长药嘅历史，大部分对下年嘅殡仪馆仲还有帮助。哎呦，俺多嘅资料全部偷摕去，你做得做茶托师嘞哦。哦，真嘅咩？唔过你都要人来看下图啊。无限哦，要看货呢。哎呦，阿姑，唔过阿爸老阿哥去那边啊，用咩冇做来吃饭呢？就失明啊，都该就去讲马个生理去嘞。哦，要做失明，几点都向来挑战呢。加油！これで今晩ジャスミン清らかな香りがずっと続きますよ。いませんよ。白い花刺すのはいけませんよ。なぜですか？白い花刺すのはお葬式の時だけですよ。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。相当は知らなすに。かもないよ。あんたわからんから。そうだ。今夜アポで一緒に結婚式行こう。そんな時ね、外で散歩しましょう。はい。どうしたの？どうしたの？お腹が痛いの。お腹痛い。秋桂啊，秋桂，行来啦！来，请进，请进，小心哦，小心。来，阿爸，志聪。阿聪哥，这因为阿妹嘅事情，我们就把我弟啊。阿姑、阿妹妹要做唔得讲啊？错啦，尤其迄老不扣哦，搁较做唔得讲。假使本日伫落抓尾啊，伊生意就艰苦嘞哦。伊也生外地啦，爱对日本嘅事情而已，也有留其他朋友去过啦。志聪啊，那爸从细处通来落抓尾啊，生意因爸爸做，给你就会随时应片，好吧？哎，走。阿爸，建议本人吼，同爱安尼台湾抓面，迄讲本人老自从感觉到无欢喜，歹势呢，歹势。哎呀，莫安样讲啦！迄条摆啊，阿婆做主嘅事情，外地方全都不准去抓片。今日是推木汹涌的咩？有哪个免无被条摆啊？少大少爷，你使足够呢！你所点的小姐拢是咱本店上赞的吼，我是开话，这时间吼才甲你敲着呢。小姐按我交代哦。哇，怎么都没在喝啊？都喝茶而已哦。妈妈桑。谢谢，你慢慢用吼，有啥物爱交代再甲我讲吼，谢谢。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店长几点？真的吗？一个佳好。你今日来吗？无啦，你摆好，阿妹看起来来了。伊来啦。哎呀，志聪啊，用轻松啊。好。来喝酒。不用。今日在座这么多朋友来甲我拍戏，我实在是真欢喜。祝咱大家大赚钱，久久长长。来，大赚钱啊！来。这是我的后生，伊叫林家佑，拄出社会无偌久尔。希望后摆各位先辈有机会甲看成一下，多谢。无问题啦。运动啊！你杯嘛捧起来，敬酒啊！哎呀，你杯飲唔㗎？未使啉醉啦。对啊。对，唔係。这什么所在？这什么所在啊？这什么所在？这酒家呢？这不是茶庄呢？甲我一杯，
无啦，代表，歹势啦！你看你加油，一箍的就袂啉嘛，来，要啉，我替你。来，你甲我看，我这是你这恁上训练恁后生，要出社会要让啉酒，来放起来，恁啊，叫一个阿姐阿伯一个讲来，啉啦，来啦，没问题啦。各位叔叔、伯伯你好，我叫林家佑。哎，对啦。我甲你讲吼，头一杯是试你的酒胆，第二杯安怎？啊，啉生意的嘛，对无？是毋是？要做啉家接班人，来，甲倒落第二杯。来啦，啉啦。这边丢起来啊，啉。哎，赞！哎，对，人讲哦，无衫不成立啦，我甲倒。这第三杯要创啥？当然是要庆祝咱恁上甲这张订单摕到，对无？啊，在座大家唔听个足快乐的啊！代表恁倒上，甲点落去一下，啊！第三杯无衫不成立，来，这杯我替你啉，多谢各位。袂使，等，哎，无生意啦。先生，咱要啉咱机会足多的。恁头生的，恁莫甲恁头生抢，来，来啉落啊！姑娘啊，安尼陪因兜上啉就讲徛喺边仔看。哎，来，那边。加油！回吐。先装平顺这边。姐夫也真是的，就明知道你不能喝，还硬要你喝。你喜欢哦？拄啊，走去吐啊，吐到足厉害。哇，李老师啊，歹势呢，唔知一杯了。我要紧啊，少年的本来就要训练一下。啊有影啦，少年我你讲后边吼，外口啉酒摊。哎呀，好，放下带。陆先生，哎呀，你好long time no see 啊！哎，你怎么来？我来介绍。书记上吼，是进口咱台湾的上大主的大头家，书记上ですよ。よろしく。お目にかかれて光栄です。院长啊，去年台湾区茶叶比赛championですか？いや、やるからには一番じゃないと。你妈啊，院长哦，中部地区茶叶都是他的嘞。对啊，咱这是行到位。卖遮济，来坐。もしよかったら一緒に飲みましょう。来，行きますか。どうぞ。いい。终于请君入瓮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姐夫今天晚上真的是为了办庆功宴，把大家找来了？不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啊，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铃木先生今天晚上会来这边，特地来拦截。啊？哎，说到你懂哦，我的骨头可以当来打鼓的。好了，走了，进来了，不要让姐夫难做人。走。好吃吗？喜欢吗？你先喝。哎。
什么事情啊？看到无想看到嘅人啦。用的哦。你叔叔机上用忙看到你啦？唔是诶，阿爸，叔叔其实老阿爸趁伊本土书嘅时间去同好。虽然讲伊啊喺台湾日本之间嘅产业没有一种，不过啊，其他朋友两位喺非洲自家嘅事情，不少经无想要不明地啊吼。思明啊，日本人吼动总是规矩呢，反而你台湾家嘅行程哦，佢会唔会莫爽快，点到冇喺弄你做生意啊？嘿哟，那中国哦讲得有理啦。条摆啊，阿婆啊，老日本人啊做生意啊，日本人哦正经哦，做事情啊，全就一步一步来咩。哎，阿爸，就算营养跟颜色哦，你唔会表面前唔穿啦。哦，木色啦。阿爸已经打过电话去日本叔叔去上咧。哦，该你呀，推我呀，感谢你阿爸啊。哦，兄弟啦，来，啊，洗就。阿爸，年菜有做啊？无吼，今晡日一定会抢起来，让你领一笔啊。哦，冇问题啦，来，用啊。哎，菜还没来哦，你是咧等人客吗？我有一位日本来的朋友，我未到。哦，日本人哦，不过这边顶上嘛是咧招待日本人呢。不好意思哦。こんにちは、鈴木さん。今日お約束した。僕はゾスミンです。ああ、どうも。はい。小さい時、あだこと会います。覚えていますか？本当？はい。そうか。まあ座って。はい。讲几步讲几嘛。啊，这个有熟菜啊？有熟菜，这来。坐。来，刷起来，这来个老年来。院长，我靠车。杉さん、多様な姉ちゃん、いいぜ。どうぞごゆっくり。真的啊？ちょっと失礼。搞出来。代表，来讲，听你讲吼，西瓜挖大饼，你无错，我无唔对。来，饮酒，来。来，手给他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手给他。私对日本电影十分的敬仰啊，すごいね。黒川明小军爱二郎，日本一だね。啊，誰？没关系，他们是谁没错不重要。我要跟你讲的是我的电影企划，这个稳赚不赔。这电影叫店长，给叔叔上明明就会眼个年行，因为行都唔改变伊咯，这样解释啊？哦，有样也无样。你敢有听苏医生讲？哎，假使若是安尼哦，我先甲你核实咧。有，迄眼个感觉唔错，安尼样个。从以来咧，迄样啊，处处人会不卡做对哈。真上，
啊，你讲这句话欠公道哦。生理场的竞争本来就是安尼嘛。假使玉兰花的生理做了有够栽，嘛唔惊别人抢啊。不过啊，叔叔机上确实开分区方面的董事长啊，应该约的啦。假使叔叔机上有重视家己的约束，就袂讲要甲我签约啊。啊？签约？哎，你莫想超过哦。也毋过你放心啦，我无按算要甲因签约。假使玉兰花有兴趣，尽量甲签无要紧，我袂甲恁抢。迄味都嘛干哦。我虽然爱财，也毋过我嘛重情义。歹势哦，恁嫂，生理的代志要安怎讲随在你。台面上你会使讲你袂签吗？私底下要安怎舞，谁知影嘞？毋过我甲你讲啦，我甲强英是已经有婚约啦。这搞死囡仔跳工来乱，有啥物款的老爸哦？有啥物款的囝？迄讲，迄个啥毋得叫强英咯？错啊！双摆伫人家茶园，然后安尼沉默摸杯，拢系上大的手火气啊！又没订婚，口口声声说婚约。你算哪根葱啊你？少年呢？感情的代志哦，甲做生意是同款，拢会我强的迄边，你会记的。晋三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反省啊？你竟然放恁细汉的伫我的面头前放肆，你嘛想看卖啊？玉兰花几啊10年的生理，这么短的时间就互抢去。你是不是爱检讨啊？像人家是问个至高啦，哦，做成一个事情啊，爱中有人好去搞个面好。迄讲其实后生人个感情啦，怎样讲呢？你就弟咩？那个妹啊，做就答应其实祝福个。伊两下请教就要听分了，到时间，这里就爱唱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基本啦，真感谢你啦，所以啊，交代叔叔去上，给俺还有事情啊，先好，阿张哥，文天哦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跟琼英他。迄个周世明，感情的孤仔，若是有介意，就抢过。这才是我人命中的后生。甲日本人做生意啊，爱较有礼貌咧。莫用等伤久。你慢点呐！哎呦，阿哥啊！自从亚哈浪转来哦，脑不可出太事情的啦。事情啊？其实东西哦，总统的啦，哦，你唔知哦，亚妹啊，其中你买个马术妹哦，有个安台补出来，啊，小不脑不可识啦，脑不可识了，伊就盘到亚哈。真嘅？哎呀，去东港苦你家家啦。
哎呦，因为按洋葱啊。医生讲哦，有神风要贴你小心啦，你敢用慢做呀？不给阿用，今日有办个事情哦，用办对全部个祖先交代。阿婆，莫用讲阿妹啊，阿妹哦，买尾都爱落阿叔安台啊，唔知那尾出问题诶，有可能係破水，嘛有可能係其他事嘅東西啊。我睇書。有醫生來看過的嘛？有啦，醫生講吼，佢有神風做唔得西藥的啦，啊嚴重到的吼，會送去太醫院啦。阿妹，你用做的本拢不可能破水呢，你敢唔理解迄一種迷信咩？哥，用做定係講阿妹啊？阿妹嘛喺尾度阿嫂好啊。你看，也係阿妹哦，叫幫阿嫂去按台盤嘅。有心求，少得一半咯。可能啊，迄阿妹哦，前腰無阿嫂說的事哦，無注意跌頭火爐度啦。姑嫂仲歹勢拿幫阿嫂，錯嘛阿妹？我先去做飯咧。アポ、だいぶ良くなりましたし、もう飴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。飲んだ自分もいけなかったんです。冇事的啦，啊，大家都開咧，伊歇困啦，出去本來冇可啊，好好歇困啊。對啊，你就歇困就好。陳強元，出來。阿爸係我嘅啊。陳強元，你話過啦？你哈，你陳府喺家審牌面前，你要講清楚。該到誰來？我弄外面。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咯？阿妹，之前啊，甲表林莎講，有看到劉強元行腔仔嘅誰來啊？叫林上嘅來，應該有啦。我講。老公嘛，迄林上介紹佢嘅來，本來屬實的呢。市民也在場啊，佢咪講，佢就係佢嘅來啦。我唔信啊，佢講迄記，佢要啷個講啊？我哈頭先是婆媳家庭劇，呀哈是愛情倫理大悲劇。因為我做下神奇，唔太加歡喜。強英也哈慘的啦。人來拍貨，係去啥物啊？阿嫂，哎呦，阿嫂啊！哎呦，阿嫂啊！拜託一下好冇？唔要講伊咪哈強音，就兩個聲音，一個自從，一個強音。因為懂神奇呢，大家全部什麼嘅？就你啦，我做地度哦，你看到自從聽聽啦。叫貨唔得，就冇點貨咧。阿妹也唔會疼人嘅啊。我阿哥疼唔嘅啊，你也打扮嘅人，哪就唔啲？阿哥是最錫姑娘嘅。你阿哥人意好，冇小氣啦。家家條咧，從在落職場拄水咧，係想主堂哦，本記條結酒啦。做唔得，我去問清楚。有
你会现在啊？我老人讲哦，佢啊，唔看二自家嘅身份啊，绝对冇可以嘅。我会忘记。你爱想啊，佢面子下到妈妈基本真感恩啊。我会谈佢请求老人讲，我才会相信啊。对方根本就在利用你们，你还会请佢做吗？唔会啊，佢唔会利用啊。跟你叔叔去叫。我已經落去同性嘅3年咧。我做廿把做20人嘅呢，我為你啊，會開唔騙啊，阿爸唔會啦，因為你嘅人冇人點啊。阿爸，我當然喺呢度捱好啦。唔過我有老人講，家有係啥，身體善良，愛音樂、愛文學嘅學校先生。你講出來嘛？就算我佢係靈上嘅來嘅。佢嘛唔會騙我，佢嘛唔會老家爸叫我來對付恩兒。你有點講？叫你媽。阿婆，阿婆，今天上因為唱恩呢個生日，呀來去，喺阿爸嘅面子表會奶咯。阿婆，佢唔係用緊你。你聽到我相信啊，阿婆，佢唔係用緊你啦，阿婆，阿婆，阿婆。幸福在心中，无言无言甜，一生平平淡淡嘛甘愿，不管夜，眼看不